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會否考慮要求向顧客收取預繳服務費嘅公司，將收到嘅款項存入特別銀行帳戶，以便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監察該等資金嘅流轉情況？問題第一部分提出將預繳款項存入特別嘅帳戶嘅建議，出發點係良好，但喺具體操作上呢，係有連串嘅問題係需要解決。首先，現時好多嘅不同行業提供嘅貨品或者服務都接受預繳式嘅消費，即使係特定行業，要訂立合理客觀準則，決定每家商戶何時可以動用預繳款項，已十分困難。遑論係訂立適用於所有接受預繳式消費嘅準則。再者，強制設立建議嘅帳戶同埋相關嘅監管機制，係牽涉一定嘅行政費用。視乎情況，商戶可能將新增嘅成本轉嫁消費者。規模較小嘅商戶相對受到嘅影響會較大，市場生態因而可能有所變化。此外，要求商戶將向客戶收取嘅預付款項存入特別嘅銀行帳戶嘅建議，其效用事實上同現時部分銀行扣起該等款項一段時間作為管理其信貸風險嘅做法係相若。但係呢個做法可能會對商戶嘅資金流造成影響。喺考慮有關建議嘅時候，我哋需要喺保障消費者同埋顧及商戶嘅營商環境之間係取得平衡。我哋認為重點係確保客戶能夠明白佢哋簽訂嘅信貸協議嘅章則同埋條款，同埋呢啲協議對佢哋帶嚟嘅責任。事實上，商戶因收到預繳款項，才向消費者提供折扣優惠。如果設立特別嘅帳戶去存放預繳款項，商戶便不會提供同樣嘅折扣。考慮以上各種因素，我哋認為較務實嘅方法嘅做法係訂立呢個刑事條文，嚟禁止商戶去接受預繳款項嘅時候，沒有意圖或能力提供個貨品或服務。